你係咪覺得自己個腦好似頂住成噸鉛咁？返工壓力大到就嚟爆，收工返到屋企諗住瞓，但偏偏眼光光望天光，長期偏頭痛，條頸同埋膊頭硬過條命，甚至連條髮際線都好似向後退緊。講真，你以為自己真係老呀？其實根本唔係，純粹係你個大腦長期超負荷，熱到燒咗 CPU 啊！我上禮拜都同你一模一樣，塊面青口唇白，成隻失眠乾屍咁。好彩最後真係頂唔順，一放假就過關，直衝羅湖國貿，去咗依間喺高空開嘅隱世時木青絲。哇！我同你講，入到去按完一劑舒緩撥筋，成個腦袋好似徹底重啟 reset 咗一樣，積埋幾個月嘅打工怨氣一下被抽乾。你個頭依家係咪又有又痛，重到抬唔起？聽我話，即刻喺評論區留言救命，等我親自帶你過嚟重啟大腦。同埋你千祈唔係同我話過關好遠啊！呢間嘢個位簡直喺全個羅湖區最就腳最核心嗰度。基本上你喺羅湖口岸過完關之後坐地鐵一個站就到，喺國貿站 A 出口一上到地面，轉個彎行2步就已經到咗，就喺嘉里中心對面。最神奇嘅就係呢度，樓下明明塞車塞到傻，條街嘈到拆天，但只要你一推開門入到店入面，耳邊所有雜聲好似瞬間完全消音，嗰種感覺直頭好似去咗另一個世界咁，專門俾我哋呢班大熱天時過完關流到成身汗嘅香港人，用最短時間逃離香港嗰種逼到透唔到氣嘅生活。講開又講，平時大家過關放鬆，你會中意行國貿商圈定係老街多啲？快啲喺留言區話我知。一踏入去呢度，成個高階簡約嘅裝修氣氛呢，直頭會令你覺得自己變咗好尊貴嘅 VIP 貴賓。佢哋全部都係一人一房嘅 VIP 獨立房間，私密度爆燈，完全唔使驚會俾隔離左右嘈到。不過講返轉頭，喺你正式開始享受之前呢，治療師一定會先幫你做個免費而且過程超仔細嘅頭皮健康檢測。當你用嗰個高清放大鏡一照落個芒度，老實講真係會嚇到你心都離一離。你平時瘋狂 OT 累積落嚟嘅陳年頭皮、油脂、毛囊阻塞，根本冇得匿藏，全部現晒形。不過好在佢哋會完全根據你個頭皮嘅狀況去幫你度身訂造專屬嘅護理方案，專業到你冇得挑剔。講真，你平時最頂唔順自己個頭出油塌晒，定係洗頭時狂甩頭髮？留言投個票。好啦，直接同你上全場最精彩嘅靈魂核心舒緩撥筋項目。如果你平時個腦諗嘢停唔到，個人焦慮到連帶成塊頭皮都繃緊，呢個項目直頭係為你而設。你要知道，佢絕對唔係平時出面普通沙龍隨便同你捉兩下養咁敷衍，而係師傅會用特別嘅專業工具，順住你啲經絡一條條筋，一個個穴位去慢慢撥開大腦積聚嘅氣結。每次師傅發力撥一下，你真係會聽到自己頭皮傳來微微嘅沙沙聲。師傅話嗰啲就係氣血通緊嘅聲音。成個過程一撥完，你真係會覺得成個星期積埋嘅打工怨氣成羅被抽乾，成個頭腦爽晒，直頭連對眼都精神埋。你以前有冇試過撥筋撥到爽到個腦一片空白？快啲話我知。按完頭皮之後呢，先至真正進入全套療程嘅最高潮。接住落嚟呢個中藥茶膚水循環泡頭，簡直爽到你天靈蓋都開埋入。呢盤熱辣辣不斷冒晒白煙嘅藥湯，係全店每日用純天然草本慢火熬夠12個鐘嘅獨家王牌。老闆保證100%冇任何化學添加。聞落去嗰陣，草本味好自如。當暖烘烘嘅藥水喺特製嘅管道形成水流，喺你個頭皮上面不斷循環沖刷嗰一刻，哇！全身上下啲毛孔好似張開晒，嗰種溫潤感，舒服到直接令人當場斷片，秒速瞓着。如果你做完之後覺得太有效，佢哋仲出埋同款中藥成分嘅居家洗護產品，可以買翻香港用。等你喺屋企個浴室都可以 keep 住個好狀態，隨時為自己續命。高高興興嘆完個頭療之後，師傅接住就會專攻你全身上下勞損得最勁嘅重災區，亦即係全套深層肩頸按摩。大家平時喺 office 翻工打字，或者係長期低頭玩電話，個膊頭硬到直頭可以掟去劈磚。呢度啲師傅手勢真係好狠好準，每一次用手指關節發力都可以精準揾到你膊頭最痛、塞得最厲害嗰粒氣結，順住你條經絡用力一揉一推開，原本僵硬到好似火燒咁痛嘅膊頭，一瞬間完全鬆晒。嗰種由重到爆變到輕過羽毛，甚至覺得成條頸都通晒嘅感覺，真係好正。順帶一問，
平時大家去出面按摩，你最想師傅重點對付你身體邊一個酸痛部位？不過最令我估唔到，簡直完全刷新我諗法嘅係呢度居然免費提供即點即調嘅精緻雞尾酒。當你做完一整套大腦重啟療程，全身放鬆到好似軟晒咁嘅時候，坐喺佢哋高雅嘅大堂休息區，慢慢咁嘆返杯高顏值嘅現調雞尾酒，嗰種微醺嘅儀式感真係超有度假 feel。唔飲酒嘅朋友都完全唔使驚，因為佢哋每日仲有新鮮手作，料落得超足嘅中式糖水同埋免費零食隨便你食。呢份咁高規格嘅神仙待遇，出面普通沙輪邊度吉得到？洗頭居然配埋雞尾酒，問心嗰句，你想唔想即刻過嚟試下先？如果你按完之後覺得好想瞓，想安安靜靜瞓翻個好覺，千祈唔好急住走。呢度有個令香港人尖叫嘅福利獨立 VIP 房，完全冇最低消費，你唔使加錢，同師傅講聲就可以繼續留低。房入面有叉電位同梳洗用品，拉埋遮光簾，成間房即刻變黑，完全冇人趕你，外面冇雜音，淨係得20樓高空嘅寧靜。喺夠晒私隱嘅房入面補翻2個鐘好覺，舒服過你出去租酒店瞓。醒返拉開窗簾，出面已經着晒燈，個人插滿電，爽爆。你嚟到會瞓1個鐘，定係直接瞓到天黑？埋單嗰陣，仲有一點係港人北上消費嘅最愛，時木青絲，全店免小費、免服務費。menu 寫得清清楚楚，字體大到你唔會睇錯，冇隱藏收費，店員同師傅都好企理，唔會 hard sell，明碼實價，服務仲要係5星級水平。呢種冇負擔、受尊重嘅消費體驗，先係真正嘅放鬆。你覺得北上消費免小費、免服務費係咪一個超大嘅着數？最後同你大總結返先，羅湖國貿呢間時木青絲，老實講真係一間專門用極致舒服嘅手法去幫我哋香港打工人大腦嚴重疲勞、神經繃緊嘅隱世避風港。高級私密環境、極其專業嘅舒緩撥筋同埋中藥水療，再加上免費即點即調嘅雞尾酒，同埋全店免小費，抵玩程度真係高到爆。香港根本冇可能做到呢個質素。想喺呢個 weekend 幫大腦安排一場完美 reset 嘅放鬆心靈旅行，過嚟呢度就啱晒啦。覺得呢條片啱用嘅，記得即刻點讚、收藏兼 forward 俾你個失眠搭子 ，follow 我，帶你繼續醒目玩轉大灣區。下集你仲想我幫你去羅湖試邊間？評論區話我知，我哋下集再見，拜拜。